咱来关心，伫台北捷运圆山站附近有一间猎野器材工作室，昨昏早起7点外，熊熊发生火灾，而且消防队甲火拍火了后，是又搁倒起来。加在厝住一家伙7个人是拢平安无代志。根据消防人员的研判，这个厝内底有囤真侪电池，可能是伫咧充电的时阵发生爆炸，才会造成火灾。 阵阵的高烟一直冲出来，消防人员赶到位，赶紧用水管来拍火。对厝内一直散水，也毋过火敢若拍袂熄，效果有限。厝内拢烧甲大大乌乌，拢乱糟糟，电视设备甲器材拢搬到外口，也佫有真侪电池拢紧搬出来，避免一直炭烧。也毋过消防队收队离开了后，现场毋知安怎，火佫烧起来咯。当时报道的时候，周遭有大概 数千颗以上的锂电池哦，数千颗，火扑灭了。消防队离开的那一步，锂电池又开始冒烟了。消防队又赶回来，又把它给扑灭。导火公寓1楼瓦群圆山捷运站是一间猎野器材工作室。3日早起7点外，熊熊火烧厝，厝主看到了后，赶紧把困伫地下室的厝内的人叫精神。一家7个人赶紧走出来，厝边隔壁也互紧急来疏散，暂时大家拢坐伫个边啊，加在是无造成任何伤亡。 那他是做摄影器材行，那他起火的原因是当时正在锂电池的充电。 不管是充电或使用，都是像最常见是不要在高温环境，像说如果你人在车上使用，那你下车的时候记得把它拿下来。然后例如像说，包含在厨房或者说像说尤其是浴室啊，你在那个比较潮湿的环境充电，那本身对充电器或电池来讲，都会有比较危险的地方。警消人员初步判断，敢是厝内第2电池充电充到一半，熊熊爆炸导火，也毋过详细原因也要调查。也来专家是提醒，2电池充电的环境，袂用温度伤高也是真实。 电池出现漏油、漏水、甲变形，这情况也拢袂用搁再使用，若无导火甲爆炸风险，拢会真悬。记者陈报道。